这有什么呀？这不就是危房吗？全是危房。所以说，在二姐的眼里，所有的古镇，什么乌镇呐、什么是吧？什么同里、周庄、南浔是吧？西塘，都是危房，都是棚改的对象。走吧，棚改的对象们，看那樱花。待会儿那纪录片拍完了，咱们可以重新去樱花那儿拍个照片。纪录片一会儿下班了，我们被拍进了纪录片，当人免费群演。这是新市的西街，新市古镇西街啊，也是二姐眼中的危房。